WBSC 世界12强棒球赛冠军的奖杯、陈杰宪的 MVP 奖牌，甚至幸运物666骰子，原汁原味的在台史博做展出。展场也循环播放应援曲，除了带领观众重回球场，也让球员回想起冠军之路。第一场对韩国的时候，陈晨伟打那个满贯炮的时候，没有想过说我们会打韩国打分差这么大，都很有感觉，因为觉得平常看得到的东西，队友穿在身上，现在都在展示柜里。统一狮啦啦队 Uni Girls 热情应援助阵，吸引不少球迷们到场参观。这回12强冠军杯从台北移到台南展出，还特别增名台湾雄用，呼应台湾独特的应援文化。办这个展览，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义。那特别是这一次的展出里面有台北没有看到的球衣白板各式各样的这些球具等等。台南场还增加2025年2月 WBSC 的相关展品，为了深化展览与在地的连结，中职南霸天统一狮队也有相关文物展出，包含首度完整展出统一队10座年度总冠军的冠军奖杯，以及融合地方信仰与棒球精神的狮王神教。这个冠军真的是得来不易那我们真的是相当的一个用欢欣鼓舞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来迎接这样的一个世界冠军那今天的一个大家的一个踊跃出席就是用行动来支持我们台湾棒球。棒球是台湾的国球，冠军之路台湾雄用特展不仅记录台湾棒球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更是一段关于棒球文化、团结与热血的记忆。记者寿怀谈的报道。